嗨，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對來收聽邊個福建的節目。這禮拜我真歡喜啊，來到參加邊個福建的幾個歌。笑了，笑啊，軟肉係軟肉啊，唔是，因為我係做 screen 冇曉，我邊看到我 live stream 是安怎死安怎看到 ，but anyway， 我係 screen 得咯，哦正啊，唔使開啊，流浪經希望讓後尾你開嘅鬼應該是冇嘢。當然係冇嘢你鬼，啊冇嘢鬼。咪插嘢啊！別，我看到你我顯。你開檔啊，我顯。而且我特別嘉賓來介紹先，特別嘉賓就是 Nolly。OK， 來老趙介紹先，老趙阿龍歡迎。Hello， 大家好，龍好。哇，真歡喜，你個未困過，你個真正醒過，叫咩？你靈擺正醒啊你？靈擺，個阿德，歡迎阿德。Hello， 我本靈擺正醒。嚇，你冇困過？我當時你食你點數都是困嘅。啊，比其實咱較早一點，其實咱較早就冇。有，其實咱我跟你講，你係做物件？今日你學，今日嘅節目是準點 start 嘅，你就。對。咱9點到11點嘛，聊了水伊是11點 start 的，你做。對。咱人嘅錄音是11點 start 第二例，係咯第三例是一接來點先是都是1點嚟嘅就。對。當今是3點。哦，準咩啊？當今是3點嘅就。是3點準嘅就。OK， 我本來是做係伊第I mean slow 10個分鐘嘅，所以咱9點嘅話題，咱就9點15start。嚟 stream 下啦，特別我今日就10個時，咱我定嘅單，所以安尼真冇人看戲啊 live stream，個 live 掉下，有啊 ，OK，I said maybe 我是 set 到 private， 我當時我知道是 set 到 private，咁樣所以冇人看，不過佢哋anyhow 有 lock 到呀，所以當今這禮拜我咪講話，等陣會介紹到 Clubhouse 兩個先 ，Clubhouse 住 Clubhouse 入邊有南西有啲困嘢啦。看南西先啊，啲南西是困嘅，然後個有學貴囝啦，歡迎學貴囝。Hello， 大家好。然後個有半金店，歡迎。Hello。個比賽講歡迎。大家好。好嘛，好。然後是 not why overlacing。then 有人看，有幾人看，有兩人看。當然冇你個實有人看，我想講未記開到 public， 即 YouTube 有人看。anyway， 這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就是，你差唔多就真正係你就我特擺啊，我腦啊想就 bothered by 物件嚇，我就 fixated 掉到邊嘅。我想到我係 computer crash 啊，同埋你物件 crash， 我嗰啲是想掉個，我當然第幾出啊，我嗰啲想掉我安怎 edit 啊，我杜爛啊，我真係哦。我覺得佢我覺得拍對啦，係你。梗係啊 ，anyway， 我覺得 OK 啦，較早放隻 episode 先。anyway，咱當然講嘅是拍節，即係人講拍節，我冇物件講，但係我聽話別使講我冇物件 contribute 拍節。是啊，拍節，我是 typical agent 啊嘛。特別係你咪是有聽講嘅嘛拍節，就是講你驚拍節，咪是拍節。但係我講嘅話題嗬。這是最難 suggest 嘅 topic。哇！我冇理解。哦 ，OK。做咩屬於講就講出嚟 ？Because 伊係 moderator 又可能騙，哎呀，你愛可能騙，就說邊可能騙。是 moisturizer， 我係 sunscreen 嚇。sunscreen。對，冇，我只想到拍節啦。我做齋是假咧。Oh my god！ 哎呀，死我別記咗，我可能記咗唔記？我俾隻 tester，OK？我俾隻 tester，OK？ 係我繼續背，我繼續講背背 sunscreen 嘅，我肯定 test 可能看。唔知安怎能快掉嗬？安怎個快掉 ？I think 我可能 episode 特別 controversial 啦。嚇，掉咗特別接嚟，這裡 Zoom。你 sunscreen 同件買是係咩？我介紹你啊。冇，我俾我。我全部。你到 Shopee 買啦。
不，頂到嘅時，我是用安尼曬嘛，即是就使介紹我嘅嘛。安尼曬是寫到嘅啊，我用。然後我對馬來西亞時我就講啊 ，baby 我覺得我辦機嘅即係話俾咯，我就係假嘅啦。我安怎會再假呢？那是你妹，人老掉聽。我可能叫咪叫你落學人看 demonstration 學人看。特別我俾，即是講 sunscreen 嗬。不，我是講拍節，我講拍節。because 我 usually 嗬，那些人講，你即有講本，即有講你做 sunscreen，特別你做 sunscreen 嘅即話題嗬 ，sometimes 上 specific 嘅嗬，你講啊，不但淨係聊啊，所以我俾講較課外 topic 嘅時候，我講 sunscreen 我係咪喂 zoom out 淡薄啊拍節，所以我講拍節嘅 topic，因為你我想到講有人是屬於拍節，有人是真正驚節，成個比賽講可能嘛。所以聽學人嘅講法啦，然後你人住人是暑假拍節，成個山啊，你可能就暑假拍節人。南西咯，南西暑假拍節咩？點咩？行嶺嘅，一行嶺嘅，伊講。我以前有啊。特別行嶺冇就係我是我是絕嶺我都冇見，我是行咗。特別嶺嘅時直頭一啲是就爽嘅嘛。是咯，係咯，掉咯，拍掉日頭咯。特別你只牛愛咯。咱冷天點解冇日頭嘅冇東西？冷天意味是有時講，當等日我會做隻燉料就紅飲時候就話係燉料成人做。somehow 會冷嘅日頭嘅時嗬 ，usually cloudy 嘅嗬。冇代表呀。冇啦。看你覺得來喂。係咪？你講咩冷嘅日頭是 cloudy？冷嘅。usually 我看我 usually 看就係啊，我是我 experience 啊 ，when 去 Vancouver in winter 嘅時啦，但 usually 感覺就成隻 cloudy 嘅 every time。winter 是有 cloudy 有當時。18啦就個係 cloudy。都看唔到 the sun 呢。佢係 rain 呢。本時啦。有日頭嘅。特別 winter 有當時 winter 冇較濟 cloudy days 過 sunny days。所以是講到去上 middle of the US 啦，成日 Prairie 食會啊，成 Ontario 啊，成阿三六沙阿三六沙會 winter time 伊日頭 still 正紅嘅，無 cloudy 嘅，特別真正冷。你冷嘅日頭冇關係啦，因為是 temperature 冷嘛。綠色呢有關係。我去 Arizona，我講到話就是我去教誒，你 sunscreen 係啷看，แล้ว個教誒係你 tester 係啷看。UV light。是啦 ，depends 啦。if 綠色點聲 normally cloudy 啦，無綠色咧，冷嘅無代表講 cloudy 嘅，冷會使真熱，會拍日頭，特別無 feel 到真正。熱啦，你別話實講，是成加30度都咪你一時未啦 ，OK？ 特別正爽嘅咯，我就是 when sunny days 嘅時啊 ，in winter 啊，你 sunny days 嘅時啊，哇，你 feel 到佢 sunlight，你該 appreciate 呢，哇！對，話實咁冇，嗰時講你掉咯，是咯，是你多藤下會成尿呢嚇，拍節多藤下會，是咯，就自然爽啊，特別。日頭冇代表講熱嘅。Yeah, correct. It's just double warmth 啦。你去英國啦，你去即係 Vancouver 安尼位嘅，伊人 winter 是 cloudy 嘅。Because technically 我人嘅 winter 咧是冇講真冷嘅，但所以 cloudy 你就伊 related 嘅，because 你有 cloud 啊，伊 cover 了 whatever 就講啊，伊嘅 heat 會就 trap 了。OK。所以你說啊，我人直接啊有成 sunshine but is winter 啊，是真正冷嘅，係直接。Because 伊被 trap 了嚟 heat 啊，伊 heat 咗了 go into the atmosphere。Make sense。對，像我這邊嘛是 back to Malaysia 話嘛是講，你 whenever cloudy 嘅時，都是真正 heat 哦，都是哦 ，trap heat 咯，對哦。被 escape 嘛，伊係你 blanket 熱，啊了都係啲，嚇，而家會斷咧，隔了咗呢。OK，so 好，我 OK，咱講拍節成日係更加少人題目，拍節是我是頂頭時我真冇時間拍節嘅。
了我常常有衫我都賣出去咧。了當佢唔知咩事流啊歡慶嗬，我個暑假成日出去拍節，成日行路啦。usually 早係時我買 ，OK， 早係時我買，特別有時講天時零零60幾度呢，70度呢，60幾度70度是幾多？乜隻60度。特別都諗起13年shit，in not south， yeah 啦。15就少少，你就講13。你就講就 minus 30 divide by 2 roughly 啊นะ。你成講乜你搞啊？你成日講係 key 啊？你真係easy 呢 minus 30變30咯 ，divide by 2咪10個咯。佢就 minus 嗰條 divide 你強 call 你真係哦 ，plus 咁 multiply 嘅硬你真係哦，你個 minus 個 divide 嗰隻強 call 咪攞別去，唔要叫我看我 phone 嚟啊。所以意思係個16度呢，那 Celsius 啦。所以我喺你度爽啦，然後有日頭呢，喺度行。所以最近我有較赤叫咯，唔知看到我白先較黑唔知。特別係 sunscreen 啊，未頂嘅咩？啊是個 sunscreen 是一直那個 UV 呢 ，no， 你都別聽，你都別聽。哦，美國私人自敗咯，即係假咯，即係假自敗好啊，好啊，嚇，你講咩？A10 sunscreen 是 protect you UV ray 呢 from UV ray UVA 嗰是 UVB，特別咧，如果係 suntan lotion 咧，it make you tan evenly。哦，冇，你 tan 都冇成，我唔是講 tan，所以我是係，若是講我係 sunscreen 嘅，伊個了ray 本質條未做到我白赤，是唔是？未，赤本呢 ，hello。伊係赤較少。未，because 冇。所以伊是 protect you from UV ray 呢。A B C D E F G 呢 ？Unless 你想嘅話，你講拍未哦，拍一定嘅 lobster 你講呢 ，then 你講你看到講我 OK，so 我當今我都是暑假，我特別我嗰時試啦個播係你假我個播啊嗬，我只播係是 OK， 我播係是我暑假我變叮當我播暑假拍節。了老嘅時，甲全部暑假拍節，唔知我暑假拍節，我暑假行到啲山，有時我日頭嘅時，我暑假行零嘅時行日頭拍，然後我嗱曬哇，什麼爽！然後我就行咯，然後我就是講我暑假行日頭啦，所以我唔係 expose to 你 ray， 我咪是播 sunscreen 咯，我就落來本播 sunscreen 嘅。然後我用了我 sunscreen 嘅時，我用這個票叫做安尼曬嘛，嗱，即係我諗看，即係我唔是講這個票無好啊。這是有槍啊！我俾條槍嘅，所以即係我有曬白，我俾試嘅白，我用這裡我開起來時，我非常特殊成個冇咩想咧喎。然後這裡，然後一出我個怪想，one thing 我再講 something wrong 嘅呢，就是我 check 嘅時，迄個淡薄真正清嘅，你 check 嘅時要裡面有一粒迄個 weight 嘅，我 check 嘅時候，因為你結一杯叮當啊，就一粒小外開過就嚟咯。等我冚起先，然後無字頭啊，當然我配別我啊。你是我咪是用這個哦，我當然就測啦，我聽我就聲，我就知講是假啊，就我邊懷疑嗰是假啊。然後我咪是 research 講，安怎個會知講這 product 是真假嘛？伊講你使下水啦，咪 test 看伊水會走咖喱艾葉啦，係咪？我講係你個 A 喎，係你個。你個 pass 喎，特別我唔知講要 UV protection，你我特別出去行日頭嘅時候，我那時講無啊，想講我有一個日頭行個爽爽，我咪是拍甲烏去，因為我得過一個一禮拜、2禮拜呢，我就 feel 到安怎成個我係變成個較赤、較烏呢，其實因為變色成個凍，成特別對咪你先是對嚟可能水水烏嘅劍我劍，我覺得奇怪啊！我頂咗時播時，我都冇可能 feeling，so。我嘛是 research 講，用別隻 camera 嘅，伊 camera 伊會 test 看，你播嘅迄個sunscreen 是有效啊無效嘅，伊會甲你講，當然我真啊，我 camera 就正樣好做人看，伊這是 camera，伊實隻 phone 嘅，可能就 flip phone 嘅咧，咁樣，所以我開電咧，一轉伊 UV 嘅開出來，佢哋。也灰啦，佢哋即係林領色正 UV 嘅灰，所以我照喺邊咧嗬，等我看攞嚟看，我 switch 嚟 camera 嘅其實，long 嘅看到喺邊咯，
CB 佢哋John 都 hip portrait 嘅。我攞你你去吹另外隻 fit 個。OK。那是到 computer 跟住你看到一邊，你看到一邊咯。你冇咪看到，真嘅咧。你看到一邊 through 看到淡薄真我未看到。嗱，你看到正嘅嗱，係咯，係咯，正學白，可能嘛正。我看到黑白無常。白都看到。แล้ว你話是看，你看到一次機，看到正，看到我邊配正咯。แล้ว，OK， so 那是講你播伊個 sunscreen 嘅時啊，伊那是正式嘅 sunscreen 啊，我用這幾擺嘅啊，我播啷看。你國家播嘅，你冇講，有講但係 something happen。你要買播邊啦，播小舊啦，等你我就播那股啊，頂住少到播股啊，你擺起啊，แล้ว你看哎呦，這怎麼都on camera？ 這裡我播正係了，然後呢咕有可能咯，係了。嚟啊！แล้ว注意呢？就注意呢，有幾啦安可能，特別 actually 我看到是播行嘅啦。OK，so 都好你再compare啦嚇，我叫我正嘅 sunscreen 嚟啊，我好難看。當叫我用正 sunscreen 啦嚇，即係我用這個別使講咩話，我用這 Biore UV Aqua Rich。OK，但我播但冇 Aqua Rich， 但我好難看。淡薄本來想咧，淡薄140點嘅。我換 camera 幾正，看下相位啊，相，呀，真係，我看唔睇嚇，相位平，現在就睇，看到，黑色看到，一變黑色，一 block 掉的 UV。有，對，即係黑色嘛。So 我諗 block the UV light。你哎呀死啦，冇咩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一隻應緊嘅看仔哦。對。แล้ว你看我這邊，你看到這邊有這邊冇？對。看到，這裡是 brown， 這裡是像。各位我把鏡啊，你看我上邊可能白呢。對。So 這邊冇播行，正啦，是我嗰一碗呢，你看到一碗係咯。對。但係呢，我梗係再講，但係是正嘅咯，就是當今就是再講係是啦，呢曬嘅啦，我隔到十八湯嘅啦，了我類。所以你 devices 幾類咧 ？devices 我未記過咧，你幾類咧？30塊唔知。That's why 未使俾。殯儀咯，殯儀會，我成頭哇，真係殯儀哦，我去改變。Amazon 咪掉正正相咧，見過有個 Amazon，你愛吹個 reputable 嘅介紹咯 ，reputable 嘅店。嗱，即白白就是幾百咯，白白就是咁樣嘅。แล้ว你ตับเลย啦ดูใส่จนชัว even Amazon ออกทีวีมาติดรับพิซซ่าเลยดิฉันตัวเองที่ทำกันแล้ว講到 sunscreen 咧嚇，阿龍你有播 sunscreen 了？打波是真係播播。我做過 beauty products， 我公司有做 beauty products， 所以我有吹過忘掉啲嘢 ，because Korea 就是 Korea 真係 worship whitening 嘅。有個白配那水嘅。有時往直到有一個 product 往吹4個荷蘭嘅雜貨嚟做 review， 我講往掉啲俾吹，係咪樣？我講往 specifically 往是俾吹your skin tone， 所以往俾吹荷蘭嚟做，所以樣做咧我唔係講，你人講你 sunscreen 啊，我講我唔係用佢 sunscreen， 你講我特別用誒，用特登唔用 sunscreen 嘅就特別我 whole life 唔係用佢 sunscreen 嘅。所以人講特別用嘅，特登出唔會特別用 sunscreen 嘅。你是講韓國人啊？伊講 everyone， 冇，我是講有試嚟走啊。哦，你講你荷蘭，你試嚟 reviewers， 人講特別用 sunscreen， 特別我從來唔係用佢，我好耐唔係用佢 sunscreen 嘅。哇 ，actually 你買用咩 size？是講
你會較 damage 你嘅皮咯。I mean because 伊唔是講你日頭呢是伊嘅 ray 啊，你伊會做入 freckles pigmentation freckles and then skin cancer 咧 is from freckles like skin cancer it looks like the freckles and then 你看 over the month 伊慢慢生落濟你唔知嘅 then 你人講你嘅 freckles 啦，啥唔是 freckles 哦。上個是 skin cancer，所以你 check 咗，你第一次。我講有個人嘅皮本上個伊個較 melanin，係點講 ？melanin 啊 melanated 掉 melanated skin 啊，就是講較有色嘅啦，有淡色嘅啦。然後較無嘅呢，伊個機會掉較懸嘅，伊個。啥白皮啊，你食白食啡，伊更加硬掉。所以那是講咱當然有淡薄色，咱有赤淡薄chocolate色淡薄嘛。了你意思講是拍未學嘅人，chances 掉 cancer 掉較懸嚇。掉。所以你拍學，特別我冇 sunscreen 是係咪？我驚我做我皮老，我面皮老。因為我驚我面皮伊會像個焦老去。焦所以所以我愛水數。你愛水嘅時候，唔是講驚 cancer。唔驚啦，特別我把你 start， 其實當今年我個較暑假去行路時候拍條節啊，出去外口。頂到我是無出，我是喺 office 啊，我是讀啲 office 裏面，我 office 無通啊，我係第 6 floor 時無通啊嘅就，所以上擺我做工幾年啊，我一頭就俾食 vitamin D 嘅就，我無 expose 恢復有 UV 啊，有恢復有嚇。即我看下即 sunlight， 喂，特別我即你studio 嚟。人冇講特別薄，到 studio 時。yes。啊，你恢復有嘅，你講出嚟是啊，特別冇咧濟啦，嗬，冇日頭咧濟啊。冇日頭咧濟。But because you 你到內邊 for the whole day 都在冇 ，it's equivalent to 你 almost like 你到外口啊拍條節安尼款樣就 basically。係咪會有 UV 啊？會有，安怎 so far？真濟咧，嗰啲 fluorescent light。我即個我係 studio 係會有啊，halogen 特啲有咯，halogen 特啲有。哦，halogen 有啊，特啲有咧。我 LED 包 LED 有啊。唔知喎，我冇去 test 過。LED light have UVA、UVB 嘛，有兩種嘛。等我諗下 ，most standard LED light do not emit noticeable or harmful UV。哦，OK。特啲我佢幾講咩？有三類嘛 ABC。哦，你 Ray 啦，你講。有 C， 特別 C 我啦免驚傷濟吧，特別唔是 ，actually C 是啲危險嘅咋，上啊，日頭來，日頭冇對，伊面是假危險嘅，特別你知咩事 ？ozone 重要，可是 ozone filter 個了 UVC 啊。correct。所以那是 UVC ozone deplete 了，你都對 ozone 你 C 對出誒，佢90年代是往正驚 ozone 嚟啊，把你冇人講啊。係啦。correct。acid rain 唔正會記哦，係啦。未寫格蘭眼嘅事就未寫。acid rain 啦 ，ozone layer 啦，個了冇邊人講啊。Because 伊人即係咧 steps to 對，要伊 ozone repair 個叫，對 ozone was repair。所以你特別減係你減係咩啊？你 carbon dioxide 哦 ，carbon monoxide，carbon dioxide。because 伊做伊破坑係 ozone layer 破坑。對。即係講你叫我用。叫我 buy French sunscreen brand. Their formulations are sophisticated and won't scam you. Actually, scam 我唔是。我不รู้用了是 French。我 scam 是 scam 我是 French brand 啊。我只係講，我佢看人家講講我是講你 sunscreen 上面，我 scam 我是。百里地銷啦，唔是係你公司，because 我只係suka伊嘅，我只suka伊嘅，迄個，做咩事我suka Asian 嘅 sunscreen 嘅，因為我冇 suka 迄個，係咪啊？你講未使講，唔是油，
哈，大地你冇看 B。White cast 啊，因為是 white cast 嗰個，我冇時間。哦 ，mineral 是，係你不是 physical mineral，係你 blockage。 mineral 嚇，唔是 chemical 嘅 sunscreen 所以你是有 B 嘅。伊 mineral 我不真正冇時間，我 B 啊，我想拗呢。因為 cause white cast also 睇到你 outside。對，correct。所以我冇時間，係你，所以我特別吹。แล้ว這裡嗬，伊有嘅減嘅 B， 特別即我頭用，我先用這性嘅。即我用 Biore， 我用這性嘅。特別我是日本嘅。我用係你擼嘅薄身褲。แล้ว我จะบอกว่าบอกบินแล้วว่าบอกบินทำว่าชิวปุ่นอ่ะว่าบอก expose วิสิชิวละอมกุนเอาไปกับว่าบินที่ยันฮะ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ตอนนี้อู่係你 camera ว่าไปกี่กุลี啊當我隨講就รู้冇ว่าก็唔知30幾塊哦係你 camera ว่า當今去 office 時我唔知講我唔是唔知講我條你條唔知講2點鐘我就過播啊嘛條4點鐘啊，2 to 4 hours 時候你就過播。因為特別時我過播出播到借啊，到路啊，我去我講下當今我有你 camera 我使 check 咯。Actually， 伊大漢差唔多4點，你會看到伊較少起來，伊本身咧 coverage 係冇安尼凹去啊，冇安尼凹，特別伊 still 有成 about maybe 80% coverage 個，所以我播嘅時，我夾包淡薄呢，伊度有成 cover 到對啊，我咩成講抗面膜啊，所以我對比方我出去行時，我 check 者看點薄薄呢，就係可能咯。人袂記啊，是講你去受水啊，啥物啊，有凍着水嘅物件咧，嗬，洗面啊，啥物。特別你使買家己洗嘅，你會使買 waterproof 嘅，but 你 still every 2 hours 嗰陣時 still 掉喎。嚇，你有冇看到我哋做 research 掉係你拍節即係冇即係 test 你 UV for 咩咧 effectiveness of 你 sunscreen 嘅時候，因個一類物件就是 sticker 咧，上個我係會做乜呢？即係做乜？樣 sticker 都打到你手嘅，你伊播 sunscreen 嘅時，伊會唔知變白去嗬，然後伊when有曬嘅時 ，UV 接嘅時變 purple 去。哦 ，indicator 嚟啦。嚇 ，indicator 掉，你意思講你講講，你咪是看你 indicator 哦，那是會全部 purple 個就過薄你 sunscreen 咯。因為是上個你去bank位啊，入嚟照啦。你去病嘅，你抓住照啊！你不卡啦。特別好，我是頭我是小店鋪，我是小當天個樣，你看到咩？啲 check 你 counterfeit 個有 bank 有。我用隻 camera 時，我講我咪是我夾 UV 可以照喺邊咧，我夾我 iPhone 嘅 camera 我是啦，特別部 camera 部上嘅 sensor 是 sense UV， 而唔是 sense 成個普通嘅 camera。等我 check 過嗰啲唔知話俾。Anyway。你人細漢嘅時，有成講人I think maybe 較少年，當今我看到少年，馬來西亞唔知有喎。你有成講今仔出門啊，咪特別播 sunscreen 喎。冇啊，我嗰陣細漢嘅時冇嘅啊。我本冇嘅細漢嘅時sunshine，有河酸啊，對嘅。特別我買 sunscreen 加河酸。我啲是咪你自己講？有啦，是你 parents 冇 introduce 我啦。我細啲下咧，budak kecil嚟已經播 sunscreen 啊，你入河酸啊嘛，講我太陽你自己頭啊，冇好啊。哦，你 sunscreen 按咗俾，你我頭一個 sunscreen 是Coppertone要咧，冇間，我要咧ada。哦，我有要蘭啊。Olay 啊 ，Olay 是 US 嘅。我有蘭是 Malaysia 嘛？有蘭是古早嘅名，伊換 Olay 啊，伊咪是 Japanese brand 咩？我有 Olay 是 US 用，我有 Olay 成嘅，嗰啲 Malaysia 是我有要蘭嘅。特別 Malaysia 不是用 Olay 啊，同見。係啦，頂刀嘅時你看啊，19號一定是有蘭嘅。嗰啲是 Unilever Onya 嘅啦。對。但我發現佢其實是換。其實話名都對馬來西亞是anyway， 所以你播嘅時，所以你在時你幾歲？你會記你播嘅時？哇！即係Standard 3 Standard 2 Standard 3，還是幾年嘅？19多少？3年。1984年，84啊！哦，還是冇。細漢嘅。還是我 sunscreen 就頭，我在3點lotion呢。
冇講到 sunscreen，有 sunscreen 喎，是唔是叫 copper tone？copper tone 嚇，有呢是係 orange 嘅 color 嘅，我可以見過，我係擺你播係是 swimming 嘅 banana boat，有一個 banana boat 我係見 vanilla 嘅，我真係 suka，我覺得 associate that smell with pool swimming，嚇對。是有水嘅樹。我第一見喺呢邊，特別我叫我知道是我個播啲 suntan lotion 咧，嗬，一播是上下啲叻哥，人播茶叻哥，然後呢，bronze 嚇 bronze，你愛啦，你咪時間冇好咯嚇，拍呢，是maybe 是有 sun protect UV，特別佢做到愛喎，睇你咪叫。有啊。是啦，是 suntan lotion 是做露。suntan lotion it comes with 即係 UV protection 本嚟嘛。But the thing is， 有人愛愛嘛。Yeah, darken their。安怎做愛嚇？意思係咪 chemical reaction？ 哇，嗰是 chemical 嚟，嗰啲是冇好嘅。你咪 AD 啊？他做拍翻先。I believe it is promote the skin in natural melanin to work more because what darken the skin is melanin in the body 嘛，然後所以 body when it exposed to sun 嘅時啊，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body it produce melanin， 然後 this melanin will come up to the skin and then that's the tan。特別只快喎，依只攞點正你可能對惡氣啊你陪。Yes。咁夠 colouring。Because 意識嘛，特別你揾你咁樣播，頂到 before 有佢哋 self tanning lotion 嘅，唔是 self tanning lotion 叫咩 ？tanning lotion， 冇，佢哋叫咩線嘅成日講嘅食嘢啊，你播食嘢啊 ，daily skin。Before 要係一種嘅時候，你就會拍，你就會 combination 你播咧 lotion， 如果對對 expose sun， 了解係有效嘅。你配嘅，係，yeah，你特別係，所以唔是只跟啊食人啦，意思我意思是講伊特別伊 suntan lotion， 然後拍熱，然後伊個哦，當今有一個是什麼 tanless 也好 ，tanless 什麼 tanning lotion 免散嘅嘛，就播啊，係你 body spray 啊，成拍就泡地先啦。特別你播唔會使，你播成個 lotion 啊，可能播可以照啊，嗬，你去試下，你等住問你啊，特別你超嘅，你冇掉食嘅。是啦，but 可能 agent 冇用嘅，嗰隻。特別等陣，但我你講較早時，你講你只係驚日頭是因為你配餓咧，你驚餓。我配。點你這是你媽，你等到 upbringing 做你驚是唔是？我陪食用愛，你知啦，Malaysia 嘅Asia 嘅見啦，佢咧古早晚啦有 suntan lotion 嘅，嗰隻是 whitening 嘅嘛，係咪曬幾時幾個咧 whiten 嘅嘛，然後你雪花膠，Hazelin Snow，so 係咪嗰咧是 iPad，so 是 like you know brought up 是你講嘅嘛，是 iPad 嘛，所以是驚。你哦，就是冇水啊，你看啦，是安尼看呢，brought up 嘛，so and because 咱人會學人嘛，白人要拍個安裝先是沒有啊？別等，伊是紅別等呢，要紅呢，紅啊，你配啊，你個帶咩啊 ？White people 咧，伊人是伊人 genetically 伊人yang 冇 color 誒，yang 有 defect in the melanin，that's why they are white。因冇 color 成個我頭嘅數，伊拍架你看本是伊有 freckles 呢，特別伊被and then 伊頭毛佢是 dirty blonde 啫 ，and then 伊冇化妝冇呢頭毛啫，冇呢伊 eyebrow 啫，你看咧成個一個白白鬼啊！所以樣條 spray tan 咯，對，冇 color 特別有人咪是去你 tanning booth， 可能係含卡嘅可能。係你話我講話就冇好咯嚇，依是 directly 射咧，對，依是 UV 啊 ，because it's 我哋驚就是咩？我哋驚就是我係配成個 leather 呢，其實我哋驚嚼啦，打呢，打八卦去咯，係我買八卦，你驚佢哋啲驚條 cancer 啊？
我驚本來其實我喂，你去行路時候，你咪別記啊，你頭殼頂嗬，你別畫 block 呀，我清步，because skin cancer 同你 scalp 會嘅啫，會啫。你會摩擦掉，特別不會整一條很出來嚇。你 UV go through 你冇呀？冇。你頭 scalp 會過啊，會過啊。死啦！多，或者播少我做人可能播話係你。UV rays 啊，係成個係種 microwave 啊，你看你呢個。easy wave 嚟捱。It's something you cannot see and then 特別我當我 office 出去見時我冇情報，特別我多處時冇熱嘅時，你們係掉 UV 嘅咋？cloudy days actually 係掉sunburn咯，你啊，你問講。特別我evening 嘅時啦，日頭落山啦，你 UV 個 still reflecting 到個卡度，一下包晒包起個咋，especially snow 嘅點聲時，對，但係講佢 skiing 嘅時候，地夠我 skiing 嘅掉啦 ，skiing usually 日頭就紅嘅嘛。你嗰隻，你起來啊，冇面嘅，你去到啲山，skiing OK，because 你隔隻咪是晴嘛，曬包嘅，晴嘅貴成褲啦 ，especially 係你俾佢 UV protection 嘅衫。冇你變就爆啫，又得這樣 skiing 就爆變，你變sunburn嘅。對 ，at least 條 hair 變咯。我話啦，條 sunburn skiing 地底啊。係啦，我未曉啊，知道我未曉我而家講，喂，你就係我個情歌 girls 就係 ，because 我個 girls 有 protection 啊，有 UV protection，特別我個外靠，所以你看到我係個嘅 shape 咯。Yeah，只隻人去啊 skiing 端嚟就看到人嘅個個嘅 shape。只隻你唔捌到係你snow 嘅會人但就唔知啊嘛，唔知講你條身份特別身份國家界啊 ，because 嘢你冇咩揸，你一個人爬起來嘅啦。嚇嘢 raise。And then go dry 呢 ？The air dry。dry 咧，嘢做一個根本啊。安怎啊？咩數 ？Yeah，because skin barrier。你冇 moisture 嘛？哦，你 skin barrier 冇啊？呢度較硬啲。OK。伊 penetrate 個熱咯，阿婆攏係都特冷。攏正緊啦，冇愛拍節咩？I think 我咁啲是個拍節嘛。會使啦，我會拍節嘅人嘅。我特別當叫我會係 sunscreen 嘅咯，當叫我無係 sunscreen 嘅點先我係 rasa 掉的 UV。係咪你 rasa 掉 UV 啊？做啊？掉 white skin area。哦，你 skin 嘅 react 你 feel 到，你 feel 到咩？聽啊，上面安怎 feel 到 UV？ That's a sensation 啦，因為是講痛啦，我唔要講啦，因為即係 feeling 就對啊。但係你是話人到日本嘛對，是 March。我而家好多播我係 lotion 嘅，你主角拍子看看，我有寄 sunscreen 去，我有下碗。有時我甲我阿哥，我阿家冇搞 sunscreen， 因為我有一個 maybe 我手嘅我 rasa 掉，然後講give me the sunscreen， 我講我係 rasa 掉，UV index 上個5還是6安尼。你係要你去 check 啊，你係6。我當然被 test 喂。我知嘅，沙士我冇安尼，我冇感覺講我現掉係 sunscreen， 特別你搞家咧6、7安尼 number， 我會知講當佢嘅 index 是一關，當佢就係個隻 sunscreen， 然後我驚是一半膜嘛，所以就點make sure 伊能 cover， 盡量 cover， 伊 coverage 係 good， 冇講一個會別見下咯咋，sunburn 掉唔解，特別我驚會變長溫，所以 OK 啦，有淡薄 protection， 有淡薄 melanin。OK。我是驚冷個驚dry，可能。係咪事？你驚冷驚dry成日講？唔是講驚啦，我無事甲笑咧，因為淡仔阿龍講伊無驚冷，完全無驚冷，是跟你驚dry嘛。哦，我是no extreme 無事甲。冷我冇事㗎，我係我on當時。特別我是個驚落，所以我用 sunscreen 嘅，我只嚇，你又嚟講，出去個用。講拍熱。我冇咩嘢講。你冇，我冇掉啲出去拍，特別我冇講賣，我唔是講牙口日頭個賣出去，我是冇安尼款啊。特別我是冇事甲講去海邊坐掉，我是完全冇事甲去海邊坐掉。我驚落時我 OK， 我唔想講去。山頂啊！我是感覺跣嘅咋，因為坐了做咩？
OK 冇，我 test 㗎啦，我俾試慣，我俾試慣㗎啦，就講下家己啊，就話你 test 你習慣㗎啦未？未啊，㗎啦冇事未啊，嘅，唱嘅，唱 ，Oh my gosh，你冇你卡吹啊？冇啊，卡吹個死啊！卡吹都冇拍你節頭。不要緊啊 ，moisturizer 買暖啦夠啦。特別我唔知，伊若是講伊嘅線我唔知伊係咪 product 本啊多邊。等陣John，伊 selling the product as a sunscreen or is it selling the product as a moisturizer？ sunscreen 啊，仲見㗎了 sunscreen 同 moisturizer 白伊嘅漂嗱，你看伊 SPF 50 plus 嗰啲哦。moisturizer 有講用 SPF 肯定係這it's written there as a sunscreen because 伊這是槍，伊是我買 product 係人哋啥正嘅漂啦，唔是 imitation， 唔是 imitation 叫咩啊 counterfeit 啦，伊是sunscreen 我用咗幾年啊咧，特別我買有時是買到啲 Watson 啊 Guardian 啊，你看嚟買，然後我 online 辦機我買 online 買就買得嘅，是啦。我就同你講咯，你去 Olive。Sometimes you engage a price 啊。特別冇啊，當然我嗰時候有你嗰時候攰，我個唔敢喎。嗱，你叫我學你啊，即係你法國嘅啊咩啊，哎呦死我咪！我嗱時候我嗰時用，我嗰時用下 ，OK 我嗰時用。你把隻個類講成，我把隻打扮件就好啦。佢類，不 CC 佢類，你 budget 落借，不 CC 落借。CC 嘛，那人計算不 CC。我對啊，你看呢，你別使日一罐細罐嘅，講比較大罐嘅，對唔對啊？不 CC 啊，等我看。roughly 落借。CC 啊，我冇 CC 喎，即 ML 呢喎。ML 咪是 ML 咯。CC 是 ML 啊，嗰集 ML， 嗰集 ML 是嗰集 CC 嚇。對。OK，所以嗰集 ML。是嗰集 ML 我買3罐，是一個20塊，到底 Costco 嘅。150。你買唔是做 Shopee 咩？你嘅？是啊是啊 ，Shopee。特別我當佢用嘅，我當佢用嘅。你講每話會 legit 會俾得滯嘛 ？legit 會。冇啊，俾是 Biore。我4罐嘅。Biore ML。伊邊咧 Biore 半你幾哪種嘅？一個是這是本嘅，一個是。這是 US 嘅啫，到底 Costco 係 US 嘅。然後特別我 OK 啊，我屬個伊個 texture， 伊個味，我見是味，伊個味呢是講買隻重嘅咧。補咧味啊！我哋見咧，我哋不是干味，我包括味我係鹹鹹嘅睇咧。所以咪買 chemical 嘅 sunscreen 咯，同你講咯，買買 mineral 嘅。我是噶，韓國嘅我是噶，韓國一隻 light 嘅 usually 隻一未上。韓國們隻出名就這樣出名。because 應該用 Asian 嘅啦。我個是 Asian 係個 light 嘅 formulation。我是個 light， 伊淡薄上，伊個伊成個係咧，伊薄起啊，伊成個。你叫咩啊？唔是 moisturizer， 伊講成個，係你薄一黏黏嘅叫咩物件？叫咩件？薄一黏黏。serum 啊，serum 嚇 serum。呢個係哪間嚟佢接啦，你當6月我哋樣辦理咁嘅 the biggest Thanksgiving sale 6月這個月。6月。你記唔記得對你係快去吹下邊？如果冇I compare 晒嚟晒 yes style。我係do sales 你教我講咧，都叫 research 喎。揾啲啊！計估咧冇睇到係你抄啊！你講咩？半爹係咩意思？另一話嚟，今日我係咩意思？咧抄話意思應該是本是成個藍膠。correct。哦。總之6月、7月點聲，這3間你會使trustable 嘅。當間要碰觸無咩嘛，別使 impose tariff 啊嘛。我哋啲白老闆，碰觸。take this opportunity，確係。我呢個合辦機啊，呢個合辦機啊。6月點聲，我呢樣是 big sales。Yes star 唔知是6月嘅5月 ，something 係咧，係 end of 5月。我呢樣講咩 Yes star？ Yes star。
Yes, Yes, yes sir, style. yes sir. Style 是佢哋 styling 嘅 style 啊，yes style 哦，啊乜嘢佢哋咩？啊特別點知你介紹我幾哪嚟票嘛？你同我講特別我佢哋一個我 Korea，佢哋 Choson Korea，但我期望嘅迄個 Asian grocery store 嘅 Korean 嘅 beauty shop 嚟啊，係貴呢，我唔敢買。Costco 度賣 beauty of Choson 冇咩？對喂，我難會買喎。特別 ESPS 是攝講嚇，假如講哎呀，你冇比賽，冇比賽，冇清差啦，5冇比嘅，伊冇我比嘅，冇到 OK 啦。嚇，totally 冇比嘅 ，OK，and then 冇 white cast。我卡我是較無呢，我是特別我除咗一支成 deodorant 嚟過呢，可以我看到樣。會使有嗰啲 stick 咯，sunscreen stick，sunscreen stick，嗰個 sunscreen spray 添。嚇我有留底有，我是 Biore spray，我都看到啊。有的伊 UV 伊 PA plus PSC 嚟，C 到 plus 嘅1 2 3 4 plus 嘅爆嘅了嘅啫。哦，伊一個 plus 是 for 係咩物件 ？UVA。伊唔知是唔知，我未記啊，你去 research 啊。我知樣是講有件是叫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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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伊個 plus 爆嘅了，你八卦是只 juicy 不到。Centella 係咪Centella 係咪 skin 1002哦，Centella 是skin healing。Madagascar Centella Ambule， 我用伊個即個注意可能我 Ambule 啦，我用 Ambule 嚇。特別我冇用。呢是 serum 嘅物件嚟，係咪 serum 嘅物件嚟？應該是 for more moisturizing 嘅啦。你是講係 for 你有 add 一樣嘅 skin barrier 咯。你有你個 moisturizer 就到底定面咧，伊想 seal in 嘅 barrier 嗱。你是話買有 freckles 啊，還是話你 sunscreen 咧買有 cancer 呢？cancer 買有 cancer 啊，後邊介紹你過嚟啊。伊有別個是 for freckle 嚇，我不插 freckle 唔要緊。freckles 為人你會做你 freckle 淺嘢嘛？我 natural freckle 先細漢。我是無 freckle 特別好，我用我 UV， 我把接對有啊。我看我 UV 嘅 camera 嘅時候，我會看到我係 freckle 呀。naked eye 我未看到，我看 UV camera 嘅時候我係看到係 freckle， 我唔知攞嚟看到。最好人看，攞嚟看到，哎呀。那看到我 freckle 啫 ，freckles 嗰是 pigmentation 啊 ，pigmentation。唔知啊，唔知上面未看到。normally 是你嘅 high cheekbone 位，嗰是你鼻哥位。對 ，high cheekbone 嘅位。咁你做 freckle 嗰啲是講咩啊？日頭拍掉嘛 ？because 日頭拍落嚟嘛。哦，是啊，是啊，那係啊，因為一個 genetic 嘅物件啦。No, I thought it was a genetic thing. It's really catch the sun, you catch the sun. Because the sun from the top. But freckles 冇代表係 from the sun 呀。Hormone also can make you freckles. Hormone also can cause you freckles. 你跟年期係most likely 是，because 人囡仔生出來啊，本會有 freckles 本嘅東西。係啊，做咩事 ？I think 是 genetic 啊，some of it like Irish people，some of it 是 genetic 嘅，就係 cheekbone 啊 ，why 是 cheekbone 啊？所以我就特別大漢了嘅時，伊人都慢慢無地氣了嘅。嗱，你看到我有 sunscreen 冇 sunscreen 你看到正。正。成日嗰即係古印嘅呢，有古鵝油嘅呢，我orang minyak哦。對，orang minyak。正是冇印嘅咯，正是冇 UV 嘅咯，就冇 UV protection。冇 sunscreen 嘅。個 beauty of chosen 誒 marketing campaign 就是用這類 method 咯，伊係叫人下你啊，伊係你 black light 啊，你 UV light 照，然後有時候orang minyak 嚟搞嘅哦，orang minyak 對，但係你看我唔知，你看到我 nose freckle 係個，萬個弟弟照你 UV 啊啦，仲係啦，誒，你把手別使開得看咗，嚇是咩？對。That's why 你人 recommend 人平 sunglass。係啦，係你。特別我把鏡 UV cause freckles 嘅嘛，不過弟弟照。冇我把鏡 already 有 UV protection because 在咩說？
你看啊，我是變得嚟啊，我看到你開 UV 嘅時候，哦，明白特別冇100%嘅，冇 UV protection 是100% 嘅 ，OK。So 你 because 你按畫嘅時候，你按畫你都唔知嘢 strength 是幾大。bounce around the face into the eye。UV 會做你白內障啊 ，OK。UV 會做你白內障啊。白內障係咩？他們是白內障。嘎達拉。啊，對。cataract。哦。所以人平時講sunglasses 是 health 嘅物件，咪是講愛扮膚 ，OK， 扮型 ，OK。是 actually protect 你目睭嘅 from UV。等如果拍一個，咱除了拍咱嘅皮膚嘅節，咱夾日頭來拍咩物件？拍衫。嚇。洗咱嘅整堆吼，掉冇整堆，你整骨你點聲？整堆啊，整骨腿啊，整骨。掉骨啊，整骨。總之下面件決定波又好，係咪啊？掉骨啊嘛，掉你骨熱啊，會有拍子啊，會白嘅。我唔知喎，呢 discolor 伊。Because 近呀，之行誒做開白嘅是 UV。我聽過啊。那毛不是像你除毛啊，你也 UV 來 kill 的毛。你知有即個毛嘅藝術啊？is in the Bible 就聖經裏面講嘅。聖經講咩？講in 係你都知 first 5 books of Moses 啊？唔知到時嚟啦，我未記啊，唔知第三呢是第幾呢啊 ？whatever Leviticus or something。然後嗰時講你除毛啦。你就拍開你除嘅了，你頭跌嚟，唔使規節嘅呢。係啦。And because 你就係做咱當佢 of course modern science 咱知啊嘛 ，because 毛未 survive 咗係UV environment 嘅。但所以你除毛你就開你除咗了嚟。成間有鬼除咪是就開。住睇唔計佢頭。哦，把刀我係用這 UV 嘅 camera 了，我看到鬼嘅時我係整抓樣啊。抓。你咁你佢潮到都冇包膚嘅。Sorry 我把 sunscreen。鬼錯的我把 sunscreen，OK。阿龍，你開幾天係你個交未困過？困啦，你即係話地咁樣講。我就未聽，你陣時幾個開掉一下？一在，即係開掉幾個開困啊？愛聽聲。It can say maybe it is play music or something 嘅。我看下，我會看伊個電視機裡面是咩物件到底？因為都 play music or something like that。等我 zoom in。係咩？我 menu page 樣，伊係唔知是無條啲開掉嘅啊？我是開掉 for lighting 嘅呢？唔知是無條啲開嘅是到底開嘅，我唔知。Anyway，佢拍節，嗰個一項物件拍節就是講為蝦餅來叫，是 before 你煎蝦餅是，你拍節功夫鏡，辣椒糊啊，拍糊啊，拍醬糊，係你是你 dehydrate 嘅數下，又唔會 dehydrate。冇你冇拍節 natural，冇你冇拍節嚟講，伊成個嘛 ，because 要攝氣嘅數，好 ，yes，correct。係你 jelly 啊，你就jelly 菜人啊，係你牛奶 jelly 啊，都叫拍節嘅，都 preserve 伊。係咪？牛奶。要一個 jelly 啊，上邊啊，93字背節講嘅。牛奶 jelly 啊。你唔係我知是咔咔咔，garing嘅呢，伊係即。garing嘅，特別是 jelly 嚟，伊是拍節過啊呀，然後伊係 sugar 成 crystallize on top 嘅呢。伊食咩啊？桃膠啊？椒花。椒花啊。係你 jelly 咪就拍嘅咯。你是 before 你去煮嘅時拍，還是你煮嘅拍？冇你煮了，然後伊 set 了後你就拍。你拍喺度邊位？伊
maybe 伊 colour 較 concentrated 啊 maybe 伊 colour maybe 是冇，I think 是會，伊是會做係伊 dehydrate 咧，變做伊 texture 個會加點 QQ 呢。對，伊 crystallize 伊糖出來淡薄嘅。也伊個 preserve 咩？伊成個一個對，是 dehydration 啊，伊個打下。Because 你若是伊有濕氣來講，伊咪成個咯，所以特別有。伊黃 because 冇是用rock sugar 意思，係你知咩？冰糖嚇，冰糖淡薄黃嘛，特別伊變較黃啦，because 伊淡薄 water evaporate 出來。แล้วก็ทั้งสังขาร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ผักซา對吧ผักซาผักแฮปปี้ผักผักดีลำผักจูกาจูกาผักกู你下對但係你講你กูกับผักจิต嘛你講下ยัง唔知สุกะยังตัดเตัวไป需要ยัง需要 UV actually 往人們需要淡薄，特別往只硬就過大啦往。Okay, disclaimer. Actually 呢 sunlight 是 life giving. That's why 我們說這裡 planet 會有 life 是 because 有 sunlight. 若是講無愛 sunlight 話，往正誒 planet 會有 life 嘅。And then 往人呢 actually 需要到 sunlight 嘅。You know why? Because sunlight 是第一大嘅vitamin D source，了解vitamin D 呢？特別你是講伊 expose 到高嘅咧，是唔是講？就往人食真正硬碳就過大咯，感覺。你是講你明講你就特別我頂多時候我去做工嘅時，到啲邊我係 floor 無糖啊嘛，然後規日到啲邊辦公是無一頭啊。係你我到。我過咗兩年我 vitamin D deficient 咯，我就食藥。Yes, correct。特別當我拍子未必夠。North America 只 cancer fulfill 嘅。because 我日頭無夠個打下，你個驚抓，你個驚拍子。你下時我無只正，我驚甲上班，我無掉啲去拍子，特別我有行線啦，特別。咱無夠誒，咱toàn North 本是無夠誒。我老姑甲我講過啊 ，we all have to take D3 and plus K2 together。哇！我聽過俾我高地教講係咪嘅？你高地教講你但是講驚講 that你 skin 會歹 or whatsoever 呢 ，so 你愛經 maybe 甲無安尼 harsh 嘅時間咯，就是 morning 是 harsh 啊。morning sunlight，你請起來，你出來 expose to the sun for a few hours，是好。few hours？ Yeah。你估呀 ？few hours 小估啊啦。伊人講你呢些啦。就是人特知咧有影本。流人咯，所謂賣，我係賣流人經啊。就我小估了，人無需要。上個類馬多馬來西亞個革命講你5分鐘，特知5分鐘個夠。特別樣拍節又是拍節嘅，樣拍節係。但 actually man 你特別 direct sun 嘅咩 ？man 乜嚟啊 ？man 個叫 direct sun 嘅。So 你 direct sun 有兩5分鐘個需夠啊。樣成咗就樣。你流浪經好啊，買流浪經，樣早起是10點 exercise 嘛，你 exercise 咧好啊個 maybe about 30 minutes 嘅話，然後樣到出去個口坐，樣講拍節，然後一行人到出去個口會行 corridor，你看特別樣冇 direct sun 嘅啦，樣是講拍節啦，山頂咧特別冇 direct sun 啊，夠啊 ，exposed to sunlight 咯 basically，你話買是個 fresh air，你看出去個口，對。所以我當然是個成個有當時陣是我們是小小啦，我想 feel 到我當然想靠行路啊 ，as 我嘅成個 relaxing 嘅反正 mentally 啦，成個我成個就我就冇閒啊，幾禮拜啊嗬，然後我自己想講，哎呀，不出去行啫，一陣陣時候我好像10點差唔多1點嘅時候日頭快紅，然後我清掉燈柱以後，抹 sunscreen 啊，清掉一部啊出去行。你意思，
我個差唔多個60幾60度啦，那即係個 maybe 個12度到15度呢。然後我就結果好驚，我驚條古本我驚個點半鐘呢。特別我係怕無特別講時間嘅日頭呢，我驚貴漲係咪嘛？Yeah, shaded 啦 ，shaded 啦 ，definitely 啦。然後特別叮當啊，你叫我開上嚟時，你叫我去按看日頭，我買，unless 叮當安怎不買？當今若是講只熱嘅時陣，講哇90度，可能90幾度，面時唔知就只30幾40度，嗰陣時候，係我都 demotivated 啦。我未想講我未想講愛出去拍機，我未想講愛出去我唔買，我都一頭到啲 indoor 嘅行，冇work。我 office，因為特別我 office 上邊，我 office 唔是上，我 office 上邊冇啊，所以我唔知安怎。我係冇我唔知安怎，maybe 我可以隨別條路。你知我嘅 office 嘅 headquarters 時會拍倒去，會拍倒去去 baseball stadium。哇！嚇！我嘅 Castle Royals 嘅 stadium 到啲 Crown Centre 嘅當今會 next year start，安住 this year 我想是特別搬啊，應該係 demolition。早到人搬去新會啦。我搬去新會 ，but still 到啲 Crown Centre 嘅特別我唔知，because 我 already 只識我行嘅路啊，我只爽我行個一年啊，我到啲無插我落雨還是有一頭無一頭嘅，我冇有我自己嘅 pass 就 winter 嘅時真冷時我不是行南邊嘅咯。但我在我所在，特別我行過去咧basement 依家門嘅領嘅嘛。所以我行過伊 basement 嘅 parking lot 嚟過去咧 mall，所以我知嘅咧，我係 underground 嘅 bus 啫。一當然個俾 construction 咧，我唔知做咯，唔肯行，我死我逼切嘅。當然我只關事我哋成個我俾寫會 de 咩啊 de-stress 嚇。我now 成個我俾寫 clear，now 成我就去行。actually because你行你看到你伊是 sunlight 伊是 help 你哦，你會 cell metabolism 啊 ，the processing 啊，伊 functioning 啊，所以 that's why 你上邊是但是講即係 lack exposure 啊 ，lack of vitamin D 啊，你會影響 because 你會即係 body 會即係 cells 啊 immune system 啊，嚇，it affect the immune system because 你 body not functioning properly 嘛。有人看到我係隻白就是我卡，我係卡隻白，你我卡特別包到冇 exposure 成啊。然後我 normally 是穿長褲嘅咩？I mean at least 做工嘅是穿長褲，所以你看到我係 actually 我係卡，我有時看到唔知當然個白。我係咪是被愛，成日白浸嘅咧？我係 in a die 啊，冰花 ，Oh my god， 一頭白㗎，你看，等陣我叫我 sunglasses 嚟啫，白浸嘅。你看啊，你看我係手嘅皮甲我係卡 in a die 食。你好，你看到點啊 ？Even 我係邊？你問叫小關單 demonetize。你近日我哋 friend demonetize wrong channel 啊，裝。喂 in a die 好邊個邊？你喂 in a die 個 bag 哦 ，because 係冇 expose。你嘛 freeze frame 嚟抌了。哇！幾百萬人帶住嚟看。來個翕個一條抌了。安尼啊，俾好嘅。那就白啊，這邊就白。你看，我係 light 好，我係灰 exposure 好，我是一看，我係灰拍了，我 camera 有隻 setting 是以 zebra 嘅 pattern 是出70% brightness 是以出嚟，可能了，你別 focus 了我俾邊我係邊個，我係卡咗隻邊，安怎行呢？哇，功夫哦 ，acrobatic 啊，呢下，contortionist 啊，這是我係thumbnail。
哦，肯定條件可能成日爆掉人嘅卡呢，想人見咗啦，別人嘅卡，你破掉人嘅卡。哎呦是，等我學佢點啊，我特別去 airport 就係硬佢哋，佢就講實特別記去，頭啲 airport 係答我，小隊就冇不多有，我們想，我記住了，拍節，等我講拍節個暑假拍節人，即 under the sun 然後地條，你即尤其是。I don't know European 嘅暑假呢？嗬，是唔是啊 ？Usually Europeans 伊人食暑假嘅 Scandinavian 啊，德國樣 culture， 樣無夠新鮮啊！冇夠日頭嘅數啊！對，無夠日頭嘅數。樣個暑假樣暑假白。是啦，人成日看到人暑假白人暑假嗬。對咯，規世界人咧，阿邊我是真正歡喜，我是赤。我 OK 冇啊，我。特別係，我是阿伯啊，我唔知，我先我 normal 啊，普通。都是 in between 啦，都是中啊。你冇講就。你 actually considered fair 啊 ，John，你 considered fair。我對我係少看到啊。你真係等人冇講 considered fair 咋？你去看看中國嘅等人。特別有啊，係我一個朋友前白，我係巴是嘅咯，我嘛佢白，所以我嘛一半咯。我爸本是我嘛本唔知，特別我爸較我。嘛是成日未使講咧，驚拍節你唔敢拍節。哦，我嘛冇出。我嘛冇出。特別我嘛點會是夾白啦？二款夾白。我知我媽邊個我爸，你我爸就我，因為爸我是 because 因為伊只暑假就 gardening 嘅事，所以一點一點啊，喲，特別 later on after surgery 咧，伊無出去個好做嘅 ，because 我驚講伊用伊肚嚟刮到伊有隻 liver dinner 面，然後我無可以出去個好做呢隻 activity 咧，伊就較笨咧我呀。聽到是特別講，你看我手喺度白去，手我以即係forearm又有一邊啊，手會隻按嘛。哈，講到我個小到定節就是，你在人換的士換的士是換巴斯哥拉安迪，你有請伊手啊，係狼。我不。我想係俾啊，未使講，我冇，我淨係超嘢，係超。特別我冇咧按你成個人按你啊，你成個人。你成個人，你會使啊？嚇，你會使俾，你在咩數？美國嘅，你在有人佢哋 tattoo cover 啊。They can use that one also。係你有 UV protection 啊？呢是 basically 是一條布冚下間冚嘅啊。你講 EUV 係使走啲橋，大嫂，大嫂有啊，大嫂未啊，你真係數我俾做咩哦？我咪數俾請哦，冚你卡，阿咪唔係超嘅咩？係超啦，四尺，或者是請嘅嘛？四尺，冇，哇！我做工，你知我做工，你知我做工嘅，我翕攝影嘅時候是會翕Christmas tree 啊。然後我只幫佢咧是冇上 Christmas tree，我咪用 QQQ， 你隻 Q 時你咪是插你手指去嘅啦 ，artificial Christmas tree， 你插你手指去你 Christmas tree 嘅線尾咯，係你長嘅。哦，你冇暑假係啊，你冇暑假，唔是強咗你啊？唔是冇暑假，依 feeling 我喺度看，依靠冇喂靠喂，超嘅啦係啲。咖喱啦，咖喱一抓嘅了，我話，了，係你 tree 嘅。理髮，伊 branches， 伊成 bottle brush 嚟看你嘛掉，然後伊你看正穩咗正，伊 scratch 我就掉啦，然後唔知是我 sensitive 上面嗬，哇！伊成個抓好正碰起來你看就，然後當時我嗰度自己做 head model 對唔對？你看手去做物件，然後我咪是講 at least 我 protect 我有穿手囊，嗱比我冇時候就講。我穿手囊是干那位手嘅位 hand 嘅位呢，我係 forearm 冇 protect 掉，所以我講我特別去買迄個物件我穿啊 ，at least 我穿掉晾掉我搬物件做物件時咧做咧咪透咯 ，winter 嘅時我就晾掉我 sweater 啦，
但是不 winter 的時我都要做是穿，那就往時我 hippy 是乜事驚。阿咪我抓了，我都冇穿過口，一人嘛，跟他穿 T-shirt 呢，所以我被刮掉，所以我把自己帶所會看的。伊啥物色嘅？白色啊？我冇上見到呢。有嘅是 silver，我唔知你喺邊嘅點 carry。真有哦，真有啊！帶數，特別你講帶數是同馬來西亞帶數個有啦。冇啦，美國嘅我電視對。哦，你美國？哦，美國，我唔知你嗰邊有帶數本啊，我冇講有帶數呢，正。有帶數字，攞攞勁嘅唔是啊。嚇，唔知佢。By the way 啊，依 material 咧是上個攞去 scuba diving 嗰時去 surfing 點先哦，係你 SPF 嘅衫。哦，所以你做 scuba diving 嗰時 wetsuit 啊？唔是 wetsuit，上個你去 surfing 啊，嗰時做嗰啲water 嘅 sports 啊，你穿一條衫啊，伊上個 neoprene 係 material 淡薄。你教啊？係點上？唔是 neoprene。是上個 spandex 啊，我唔知，總之是你受水點聲是有一個迄 sun guard 嘅衫。哦，嚇，我知。我薄薄呢啦，特別零你看的時候。零嘅嚇。sun guard 嘅衫，你總之。伊淡薄成 spandex，唔是伊淡薄潮力，伊 stretchy 淡薄。伊上個淡薄 jogging costume 淡薄你看嘅啊。特別較薄嚇。伊薄較油啊。swimming costume 你看咧，唔是，所以nylon 啊呢，淡薄。我唔知咩薄誒，未曉。多車我未看。OK，我唔係去過大數，未必我就未去大數去看就嘛，就係先。然後我計程條，我是我手嗰邊咧靠個司機夾嘅咧，我是要做，係咪？我時我試，我正靠掉，正一坑那邊一坑。我是驚講，伊唔知有打波無 ，because 我特別不要叫我手就伸咧。冇，我驚講你手甲長過我係嘛，特別。哦，你是講伊，特別我有穿手浪啦，我甲穿，我個手位嘛。打波嘅領，你別，I mean，你我 try 下嚟俾咯，貴嘅領，加半件咁樣是攞開十多日。哦，安尼我係買一大堆嘢喺到 office 去，伊未打慳，because 伊薄可能會扣掉本啊。我破啦，別安尼破，別安尼響破啦。特別伊扣到我皮流血，都是伊可以扣破嘅嚟本啊。哦。特別我較好佢扣喂，你手嘅浪佢我皮啦。未必我情內嘢。你看。OK，แล้วก็話拍節嗬，你是講會 protect 嘅是情報啊。成個有 specific 一項按照看的無，我當然看到有咧是咧中國人穿嘅啊，伊成只包，看起來我發覺過哦，一是驚拍節嘅，頂起嚟中國就無。哦，佢有包埋邊嘅。啊，對。無，伊咪是包埋邊，伊係下咧成個伊冚過來。查某穿嘅。啥咧？係咧，阿拉伯查某穿嘅，我看到是日本嘅。burka，你看。beekeeper 呢？beekeeper 對，伊較像 beekeeper because 伊有迄個。伊把嘴綁嘅。伊薄，響吸得我好看。有一條薄。我看到嘅是伊成 veil 啊，你看。成個是咧薄嘅，阿拉伯查某穿嘅啦。對，我看到好多看到。安尼。嗰啲是中國人穿嘅。安尼。特別咧 Asian auntie auntie suka 嘛是你白色咯。對咯，伊就是穿白色，對，係你咪是 sun protection 嘛，對。對。白色。哎呀，嗰啲用 adblock 啊。嗱，哇！即係淡薄上個係咧 Squid Game 哦。Squid Game。即係 pandemic 嘅時。爆噶啦，佢係 hazmat suit，水本啊，未必有俾隻 fashion 本嗬，或者你想一個 cape 呢？冇想，其實係 Apple Vision Pro 啊，poncho 啊，你看，第一 poncho 啊，喲，有人咧夾一頭嘅呢，我係你想講我夾一頭啊嘛，人比我更加驚。嗱，這類，我在想，還沒有像迄個人，迄個
cave diving 迄個 wingsuit 啊 diving 嘅 wingsuit，迄個 cave diving 啊，哦 cave diving，哦，去背嘅時迄個 wingsuit 呢，because 背伊成個你你開你嘅手咧是你會成個背然後呢，嗱，你咁樣你 flying squirrel 唔是 flying fox 啊，龜雞吧 ，sugar glider。啊，那這個龜雞吧嘛的。這裡嚇，我講嘅就是看邊嗱，呢個都係看到人情。啊，仲有好多嗰一個越南嘅gardening 嘅 hat，你看，伊雜咗係包嘅了。哦，好料啊你！我好多 WhatsApp 你都可以看。你是 try。啊，仲有這裡都會看到人情。哦，冇我看 online。哦，OK，這個好笑啦，這裡。誒，這好啊，這一個係 reflector。這成格頓哦，我係晒檔哦，我直直講到物件。係檔呢？你直直講到物件，邊個叫講到人頭，整個混到人咧？你看來做咩？sci-fi 嘅 fashion 啊呢？對，futuristic 嘅。future 大你看，根本看唔到。你看這 Asia 大冇多百人。伊是落嘅 visor 來詐面。啊。你中學時無夾係你穿得吧咧？你衫，你 jacket 嘅衫，無，巴斯哥蘭丟啦，巴斯哥蘭丟。哦，我中學時我坐摩托嘅嘛。你包緊咧，這一個無穿 helmet。伊就唔是為 protect 一頭，是 protect 一倍。伊表一頭包都都冇個人嘅，做個人行嗬。都都做啊？伊這個冇嘛，because 呢個係頭整，然後。呢個條情樂人嘛，都當時嗰啲人嘅。啊，隻頭！誒，有呢一邊仲個查某情人咧就，伊包伊手個了，規身軀 upper body 啊，了係是伊有呢係你係你係 Arab 嚟嘅呢。你講一邊度？就你啦，換過華位啊，我大位啊。哦，是啦。樣是白驚拍熱嘅伊人。啊！你拍熱股啊，你坐到啊你50歲嗬，你上到70歲很，特別你看阿龍要70歲啊，阿龍講一句我冇看過伊 in person， 佢佢只拍熱咩？伊講伊冇拍過 sunscreen 嘅。啊對，伊冇暑假熱天嘅，特別有啲人是冇解冇出去㗎，好徛到冇講真嘅啦嚇。特別是啦，伊唔是想有啲人成個就我有隻 friend 是成個一家，冇一家小豬啊。哦，嚇，對啦。伊配就是有影咯，伊配啊，伊成是40幾歲嘅時候，伊配就成個 leather 呢。成下面你講，我幾驚？像 wax 啊 ，leather 咁像。嚇 wax 啊！伊是成個係你，伊唔是 texture 就錯過咗，伊成隻打了伊嘅食個真正特作嘅咧，你睇咯。你都去看大嘅，就唔配啊喏。對。做 handbag。LV 個 LV 特啲嘢邊。佢哋過混了啦，佢哋。He strip 掉 the moisture from his skin 嘅。一大一成著機啊，skin。我就是見下你咯，我就是見特別I think 是別個。我成日看，我是聽講啦。我 even recently 呢，我都冇得夾薄 sunscreen within maybe the last 5-6年可能。嚇！定頭我別曉誒，我冇薄 sunscreen 誒。我冇夾薄呢，你我未我搬去 Arizona 時候佢就實薄咧。哦 ，because Arizona 個一頭嚇。所以我20幾歲20出頭個實薄咧。特別是配一個水啊！人哋我試過個40幾歲一個實薄 sunscreen 就。I mean，冇啊，配隻薄。啊 ，John， 我13年整搞到實薄嚇。我冇特接用我懂你有啊，定到我是成日講，我要出去啥去北啊，去個口行拍對接，我搞無 sunscreen 嘅定到是。然後當今我是就 part of 我啥，去 before 我長 egg 洗面嚇，然後我 moisturize 我就參薄係你 sunscreen 落去啊，再講嚟啊，然後薄參薄 sunscreen 落去，然後搞出門嘅。
แล้ว before ที่กินตาจีบวัดเดียวactually John 接名嚟บ่係บ่ไรแม้ว่าบุ๋มว่าล่ะแม้ว่าบุ๋มว่าบ่阿แม่บุ๋ม John actually 是 OK 這是如果是講 I prevent the skin leathery 嘅款啊嚇 OK 這是 facial 我 facial 朋友教我講嘅你特別愛你 either serum or 是 moisturizer or 是 both then after that 你 sunscreen 這類 combination 都特別有because 有一款有這 combination 啊伊 promote 你 skin produce collagen 特別我唔知有冇啊特別我成日款做咯啊我特別我們隻股啊個實我就留個實我是講 at least 我當佢就是話 post 有話50倍倍嗬แล้ว有時我過掉我 maybe 我夠個70倍是我倍面嘅留啊因為我 already miss 掉佢我過我20倍倍啊定到20倍30倍是我冇改嘛so at least 我見50倍倍過去 but then John 好啊這是 from 我 experience 你會配啦 compared to people 你 age 啦我看過啦你就水好順做真係好了有嘅人啊 up to 啥感覺你會成樣臭老甲食臭老嗰種人唔會話 Thank you 300安全自己食幾倍幾卡吹collagen 不我懷疑係咪咋我懷疑我講唔開心就我懷疑我啉只隻水我 hydrate 真只隻所以我 feel 到 maybe 是我 hydration 不是香and then 如果冇燒薰呢你老實講 before 我冇用 sunscreen 我每時冇咪排節啊阿仔講我冇啉酒我冇啉酒 sunscreen 啊就係咁正就係活天嘅就係唔是活得出奇節嘅就講很正喂有時我同你講啊我入市店正活嚇你就先就話已經係綁住隻頭已經係困死綁住隻頭咧是冇 sun protection 哎喲是不是咩事你出嚟有定嘅嘛你去困你唔通你掉啲 stay 裏邊咩我都困都佢可以困咧冇啦你阿咩事你我哋講你出門就會啦你困到 UV bed 啦就你龜頭入市店正活誒龜頭啊咁龜頭一個你講6點正正就俾播你賺你估咩我唔10個正嘅咩喂 instructions 啊唔是Every 2 hours look okay and also 啊 look 多啲處啊會不呢路唔使播咋多啲處門就愛播哎呀哦這是會嘅事啊一接來 from window 接來unless 你窗啊有 UV OK yeah 是你好 UV 3M 嘅個頂度好寫啊 3M 98% actually 普通嘅 glass 啊玻璃樣啦，只普通嘅玻璃啊，冇 reflect 啊，伊是 block UVB 啊，你知哦？哦，你知我知哦，因為我係估嘅數。哦，因為需要，因就需要。because of 你人在市區人特別買迄個 UV lamp， 我是有啦，特別 UV lamp 你得我得放大伊個箱內邊，我梗係下 UV lamp 在面頂嘛。然後我暑假可以出來行，我有一幫可以出來行，差不多幾年可以大厝內邊走來走去啊走。因為伊家己可以拍人嘛，伊早起來伊只車爾，伊有門窗誒，伊困落喺門窗，伊家己去困誒。然後一車爾一個走去，伊再個一個窗啊有一頭一個大邊拍，然後換位一個走去別位拍，然後拍個爽誒，佢就物件咯。然後一個再。伊做咩是菇特別需要 UV 哈 ？For what 啊？一個人差不多上，特別菇需要嗰個係因為伊卡是 vitamin D 哦 ，vitamin D。伊卡做伊 vitamin D 做伊卡係啊？唔是 calcium，vitamin D 是需要 for calcium absorption。哦，所以特別有 vitamin D。你只 calcium 大量嘅等嘅位嗬，甲康靠數入去你身軀內邊嘅，然後 vitamin D 幫助。所以你靠身體你身軀內邊用，所以然後伊規身軀個是靠身做嘅。哦，用 build up by calcium 嘅哦，固伊配呢？伊配少，還是伊配個是配呢咯？特別伊卡，所以伊卡是需要 calcium，所以特別有 vitamin D 嘅 absorb enough calcium to
build 伊個破伊個殼啊。你做咩事？你再講伊 B 無夠誒 ？Because 有一幫我甲 vet 講話，講啦，講到because 講我無事教我誒，真正感覺吹着好誒，貴誒 vet 嚟做，真感覺吹真少呢，真少，然後佢真貴。然後我有一幫看了一條一個搬走了，迄個貴了 hospital 一隻會曉看一隻。一間有睇迄個貴嘅 patient 樣做，然後伊隻伊叫老公搬走了，迄個貴咧老公出個講，我人無收貴啊，我講你寄出嚟。然後朋友介紹伊朋友，伊是大伯位啊，退休啊，伊講你有問題先問伊咯。然後我是講就做，你講你甲我講伊貴即個。仲講伊家己大家好，行來行去安尼大厝，然後家己拍子，然後講你拍子嘅時，你門是有玻璃還是開了？講是有玻璃，講安尼無夠咯 ，UVB 是 absorb 咧。然後有影去 Google 找，有影是正。I see。然後嘛就結灰，就綁住伊個壓咯，較骨頸嘅位置。無講免講大日啦，特別。特別你會使開窗啊，會對開啦。會使開窗啊，會使開窗啊。特別 OK， 你窗啊，你知你會使開一半嘅嘛，我你講咗。所以日頭無特調講，伊無夾到，伊是舊來個白。伊都唔知講其他一邊嘅款嘛。Yes， 伊有日頭伊個去拍啊嘛。是舊來個白。要日，你厝有日嘅無？可是無咯，我覺得有大過有嘢嘅暑假。我都做可以出呢個嚇。特別唔敢考 ，because 難改。嗱，你放開個好好，嗱，講過我聽過真正一個數據抨擊去啊。有 balcony 嘅咩？我有 balcony，特別有空。我驚夾樓落去。伊會夾樓落去，所以我無開。我係去 balcony，我就是係去一個搭嘅位。我係一個搭嘅位，然後係去夾口。所以講啲你，但你們無爽嘛 ，because 成唔是成較古勁嘅嘛。你直頭係到啲面牆嘅位，係可以係去伊下，係去伊。伊面牆伊愛困嘅是伊會使 avoid 日頭，唔知，還是伊對？伊面牆是，伊是會扎誒，伊是即頂面就遮掉誒。呀，特別困，樣你袂使成，樣會使成個會上濟日頭，但是講你 always 拍灰呢很。無，伊人 OK。因袂着 skin cancer 咧。因袂着 shell cancer。腳啊，John。 shell cancer。皮膚不嚼了啊！伊個面啊 ，baby 嘅是一個像老人嘅皮膚啊。伊生出來就是 leathery 啊種。那。你係咪 tortoise 嚇？Russian tortoise 三隻唔是個啦 ，Russian tortoise。Russian tortoise。這是香式講啊。Solen菇。你知唔知 ？There's a natural 嘅 SPF 嚟㗎。嚇。natural oil, SPF like carrot seed oil 啊 ，raspberry oil 啊。我上次講你稱到啲厝內面稱到 basement 係 natural。唔是，你 oil 啊。你講厝下你吹 carrot seed oil 啊，the SPF 第罐咧 around 30幾年啦。natural 啦，特別是 30幾嚿啊咯。你播咧，你配監食佢哦。唔知喎。我唔話俾佢 carrot seed oil， 我唔知係咪。哦，喂，你講係 carrot 係 carrot seed。carrot seed oil。carrot。紅菜頭。你笑啊 kerosene oil。唔是 kerosene oil。話到你面。carrot seed oil， 紅菜頭籽 oil。紅菜頭籽 oil。你危險喎！你話個出去拍子彈燒起來。燒起就係神燈。immediate effect 啊！冇，我想講 caraway seed， 我想講用掉嘅是你 La Roche-Posay 攏聽過哦。La Roche-Posay，點 spell？ 聽過。La Roche LAROCHE， 有 BOSAY。SPF 啊？E G 是 silver color。SPF 啊？
伊有食濟物件來是，伊是。你知無辦嘢嘛？然後我就話做下俾條我把你即係這樣做 ，because 我 lay off 嘅時候，我 FSA account 就哦，你就用，你就用開了 ，yes。然後 actually 就但我個情唔知情幾塊就係哦，最少冇用誒。係咩 FSA 唔是特特你得用了係咩？對，你大家你參加3個月，你參加3個月用嘛？你免講12個月用，你參加3個月用。然後我在一樣有 FSA store，然後有時我個講去做，你講咗我有幾個古仔播出去嗰時。老嘅，然後我係 dentist 講有時會使換去 composite 了嘅幾年咗，然後想講是冇用了，會使用做我哋可能物件啦。anyhow， 我冇去做 ，because 我係 dentist 講 actually 個 OK 個，佢老。你對馬來西亞做啊？有辦法，有 insurance 是做個 OK 啊。但係個辦嘢 definitely。然後我存。冇，因為我存攞熱呢。哦，你講大個特別用了咧，我講係啊。哦 ，because 條 lay off 時你條逼你帶唔嘅。然後係最貴大 because 我未 contribute 了個咗。哦，特別你睇用緊了 entire amount 就係。OK。你講你講先，你 HR 係人講，冇我是10個月，所以差不多咧，未了啦，但少冇 contribute 了個嘛。你攤用12個月嘅 contribution 入邊嘅 contribution，yes，你 HR 人講你係咪去用㗎啦 ？because 你把你 account 是攤用 whole year contribution 嘅 amount。because 你 FSA 嘅呢 FSA 你就我 FSA 我2個月我就用㗎啦。呀，對。我按做乜嘢事啊？我就直頭用㗎啦嘢。對嚇，然後。你哋介紹咗，但可能唔知 FSA 係咪？對 ，FSA 是flexible savings account。flexible 意思係講，呢個 HS 是 health savings account 嚇，呢即是可能比較人少類嘅呢，意思係你講 FSA 咧 flexible 咧，就是講你會使用 tax free 嘅類。去收起來啲一個 FSA account，然後伊無 tax 所政府未跳路，所以你再講你就往時就買藥啊，有一個 category 咧 FSA store 啊，還是 FSA category 你使用嚟。我這物件使買，我就出嘅。然後你使我使下面總 anyway is related to 成個你 generally 是成個 health 物件啦，往時有類 certain type of vitamins 啊，係咪物件 ？chiropractic chiropractic，你使好你 dentist 嚇？使啊，學 dentist 做物件咯，做物件。我連 Invisalign 用過有幾年。做物件。我物件 instead of Invisalign 我應該做嘅。你至少個冇效掉，定咗我做 Invisalign 時候個冇效。FSA 咯，所以佢哋關係下你健康嘅物件咯。但 FSA 冇好似係物件係咩？你料咯，被 carry 對。被 carry forward，要 reset 你。所以我近日有 FSA 呢，我冇 HSA。你特別看你 health，所以嗰時講，學你免條稅成收起來淡薄，特別你得用有 medical 特別用。health 嘅物件。有時講你 before 你 start 嘅時候，你特別再講你特別經你今年內面你會作這類，會收作這類。所以你講我會2000塊，會收2000塊，你大個月前路都靠divide by 12咯，你喺度靠，但係講2000塊，特別你情字靠，你嗰度水情字。特別係你2000塊咧，你個免學稅咯，你都成類人看咯。對。因為根本都夾住會用嘅嘛，即係應用，你有出算就係應個了。係啦，特別 actually 你就是講你真係 resourceful 啦，你用到真係正物件，成個講你出去邊啦，係咪會使俾個掉啦？真係正物件真係。對。出去邊啦，出去過啦，只借你去嘅 store，只借物件係咪？我有一個 app 嘅嘛，我 app 用嗰啲 FSA management 嘅嚟學到我做緊。我只主要我嗰時鐵走頭前年去 FSA store 買物件 ，because usually 我凊彩用了我 claim 咯，我
我驚啦嘛，我特別用個了，用個了，啊是你去 store 做，你免 claim 嘅就一個，because it shows it verify 物件是，yeah，佢個了是 FSA approved 咧，對，所以嘛去買咯，買一隻物件咯，แล้ว你去買一個La Roche-Posay 啊 ，yeah，嚟 moisturizer แล้วsunblock แล้วมัน買แล้วก็買 moisturizer ไม่ใช่呀，我曾經當晚都講過用迄個唔是一個 brand 啊，別個 brand 迄個acne patch 我們買，嗰種用嘅嘛。แล้วก็有蝦米啊？呀 moisturizer 買隻成本，แล้วก็有我買，嗰時我手個痛過 ，because 我把你做了 physical therapy，我買迄個 supplement，我買迄個 glucosamine。對 glucosamine 會對。我係迄個我想問俾你 omega 3 fish oil。對，我根本都未用㗎啦，我係Costco 要 ring up 嘅時要 indicate 到這是 FSA spending 嘅。對本。So 我去 because 我要 submit 我嘅即個嘛 FSA expenses I mean receipt 嘅時啊 ，so 我買特別上面我迄個叫做咩啊？我頂到有食迄個 glucosamine，但係我冇食食咩？迄個 collagen，但係 type 2 collagen 係什麼 for the joints 嚇，所以係你冇有，係你貴本就，所以係你冇冇 claim。特別我紅至少就做白件，我不嬲應該 claim 乜嘢。because 我紅就做白件啊，我都了個了。gym membership 嚇。即係 actually category quite broad 啦，有 limit 啦。是咯，就 broad。因為 sunscreen 唔知有嗬，到底 Costco 買 sunscreen 唔知實靠。應該係啦 ，because 我 FSA 所個啦，你借。應該係。你買係咪啦 ？Roche-Posay 你買係咪？我買嘢toner，我買兩款嘅toner。我冇用 toner 嘅喎。我們就少用嘅 ，because 我知我真 stress 了，我真 stress 了。你用緊你咪計俾隻隻啊，去隔落邊俾我睇到。其實買 moisturizer 咪較好啊。要俾。我買 moisturizer，特別冇教過本。要千幾塊行貨哇！我唔知，我唔知個一個好唔好啊？我唔係講只行俾只隻行。哦，所以再好就對俾啊。嗱，Rose 隔了好嘅，嚟是 lab create 嚟㗎啦。是啦，我買伊個洗面嘅本，我買洗面。我唔捌用過伊個漂物件咋，我知迄個 brand，because 我逐擺去 Europe 嘅時，我係查某嘅迄個 coworker 佢都叫我去買海洋 ，because 有咧，一零隻貴，伊都正隻貴啦，有咧正伊個 ingredient 冇咪上嘅。對 ，because 咱個特別貴，迄個啥，即係別使講嘅話講迄個。你 sunscreen 到底 Malaysia 嚇，唔是到底韓國嘅嚇，對韓國，韓國嘅物件，韓國嘅 product 伊到別到到 US because CDC 嚇 FDA sunscreen is under FDA. It's considered drugs category. 伊係你 SPF because they didn't test it because 伊個 standard 是唔知你。1990 something 嘅 standard 啦，伊冇 update 掉。伊 filter。所以話一年半，超過一年半啦，我有存我洗面冇用了，冇 expire 個。洗面冇用了，買 serum 啦。我冇買 serum because 我冇咩要用。是用嚟做咩嚇 ？Actually， 假隻種嘅 serum 咩？我買過。哦 ，serum 是伊 style， 我在黏黏就叫 serum 咩嘛 ？serum 是比 after 你 moisturizer，after 你 toner 了你係 before moisturizer。before moisturizer，serum 隻隻出嚟嚟先你買啦，維他命 C 啦。hyaluronic acid 啦，hyaluronic acid 啦。你哋做直接做 skincare 啦 ，skincare 我講過哦。乜真係把講過，特別佢實講啊，啷搞啦。一些物件不如。哦，是咯。啷就最曉啦，講我邊曉我冇，我冇。迄個 infrared 嘅迄個對，你馬上嚟看你嗬。我唔捌用過。係你硬，你面就硬硬嘅，你硬硬。特別好，我係面，我係皮是 OK 咋。特別我唔知是先一粒疤，我成日咩毛病嘅。你成日疤嚇。There's two chances。嚇。你面洗冇夠前期，你頭定落去，你 moisturizer 你掉。
哦，你看你粒巴，伊毋是蝦米種嘅粒粒巴，伊是成個講 reaction 嘅粒巴，伊是相位 always 相位嘅，伊毋是成個講。伊毋是成個講 reaction skin reacting to 伊是成個講我拿老啊拿生隻隻拿隻一粒一粒，I think 你是老人吧？Depends on 你伊袂無誒，伊 forever 有條誒。有一個咧，上個我驚你掉啦 ，because 我囡仔是已經你驚掉係伊會無血哦。長大，袂無，if 我 until 我lately 我係你 glycolic acid to scrub 伊 skin 淡薄落去，伊甲減去，愈來愈減去。But it takes time 啦。減是意思是講，伊是上一位，然後伊慢慢伊頭殼是無了，我做已經伊頭殼淡薄一大項有啥細點嘅，伊 basically 是講吼。我係食大粒嘅喎。你知有個人吼，我係食記嘅呢。笨。係對，我係食記嘅呢。記嘅呢，可能啊。伊有變形哦。你無變形，伊是像，你我食一年啊，伊你近看，你回看個表緊啊。係記嘅。你回嗱，正 shadow 你個學了，正伊食記嘅呢，胖起來，特別無食無半巴食嘅。我嘅驚咧，唔是着米粒咧，伊上個細點就有白淡薄，上個迄個自責嘅曬啊，有啲無啊，呢米粒是細粒嘅。米粒咧是 basically 你係太濟 moisturizer 到你邊了，所以伊是生係米粒油到啲 trap 到啲邊位。對，and then 我嘅驚唔是着米粒。because 伊當見長大，開始長大了嘛，所以面伊面無洗清氣啊，所以要緊是伊愛用AHA 甲是 BHA， 北下甲是 AHA 阿下，阿下是阿爸嚇，北下你個人講我啊，北下 you need to use 下我，無阿you係 I 係咪啊？講攞是 I 嘅人，還是 E 嘅人？我學掉嚟嘅啫。so 伊個用迄個 AHA 甲是 BHA to 洗面 ，and then 佢加佢一個洗面攞嚟洗面攞嚟洗面 ，and then 加用 after that 咧，講是頭一批 skincare 嘅 topic 啊。好啦，或者是講，照起來，我寫起來。洗面頂頭嗰陣時講，我講過洗面，特別佢實講過嘛。skincare 洗面。我寫起來。Because 馬路嗰隻興嗰啲 salmon sperm DNA。PDRN。哦。Then 啲好嘅 sunscreen 是 made in Australia。英國樣嘅。好係咩意思？樣嘅 effectiveness。特別有時候好嘅話，我冇試過伊嘅 texture 啦，到我係邊嘅位。你是唔是suka 較焗呢？呢成個 serum。我 suka 較大大嘅。哦，嚇，對，伊係 dry powder 呢嚇。dry 咯嘅，有 lotion cream 加是 gel 咯，你看你用係咪咯？你 skin 啊 ，because 你 skin 是 oily 嘅，你咪是係 lotion 加是 gel 搞咯。你是冇 suka 黏黏嘅，喺度裏邊啊頂。對，我冇 suka 黏黏。特別我冇愛好 Anessa 好，你抹落去是伊是你 apply 是伊是淡薄焗焗呢款呢，伊想。glycerin 然後焗咧嗬，但係你 dry 時時就冇 powder 呢，那什麼是用？伊別特別我用這個 aqua 唔是這個咩啊 ，Biore 呢一打時，伊是成個有淡薄迄個，你知兩個咧 Korean skin 淡薄是 porcelain 淡薄金金啦呢 ，glass skin 嚇，伊淡薄叫咩咧叫咩咧，用隻名嘛。樣啥 dewy skin 啊 glass skin 啊 so 伊有淡薄 dewy 嘅特別 maybe 你冇試過咧 dewy 嘅即係特別 actually 伊 OK 啊我有件事伊蠻有變啊我有淡薄 white 加先唔要緊正濟咧咁樣薄了誒 maybe like 5 seconds after that 咧伊是冇去啊嘛特別我當然個薄，不只 skincare 時間講人講，我當然用最新嘅物件。skincare 時不只講，我寫起來啊，洗面。今時啊，大家即禮拜講拍熱嘅物件，哇，該學即個啊，達今日就無困着。
太困了。我在佢那倒一個酒咁樣掉咗，我靠！OK， 感謝大家啊！我俾機會點下禮拜啊，佢接嗱個嚟見面佢，嗱個嚟錄音佢，禮拜再見，拜。因為拍住佢拍嗰講到自己嘅配句，講到故嘅卡個 ，OK， 謝吧。未使講冇物件講。係啦，講啲這是我是路啊。sunscreen 啊，你只狗只潮 ，sunscreen 世界正嘅。有時講你特別卡 broad 嘅嘛，人講牌子你冇特別講是你只暑假牌子嘛，我講牌子我唔是講暑假牌子對。嘿，下禮拜嚟講，拜。正日禮拜部看 episode 就變成正邊一可以訂看訂聽訂只喺第一集正現咗錄音時嘅同啲路，我會派啊，唔知係佢啲錄音時間再拜。